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今天新浪财经刊登一篇文章，说的是万达以及王老板。他这文章这么说的，他说卖资产别老陈，王健林人财两失，先挣1个亿的是他，高唱一无所有的还是他，坐拥1000亿商业版图的是他，四处变卖资产自救的还是他。71岁的王健林独自背着债务日渐消瘦，依然不改雷厉风行的英雄本色。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显示，7月大连万达新增2则股权冻结信息，冻结股权数额合计超1.4亿，冻结期限均为3年。债务缠身下，王健林变卖股权套现2.4亿元，暂时缓解了万达的流动性压力。从割肉80余座万达广场到变卖快钱金融30%的股权，站在命运的悬崖边，老王正如一群资本玩家豪赌未来。谁跟谁赌未来？过个几年，买家也要变成卖家，卖家说不定也变成买家，不过是风水轮流转。万达一路在卖资产，这个咱就不说了，节目一直在介绍。这个文章写第3部分说底牌王思聪，所以我们看看他写的是啥。说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王健林过去常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头不回。而我到了黄河心也不死，撞了南墙头也不回。因为到了黄河搭个桥我就过去了，撞了南墙搭个梯子我就翻过去了。更是豪言，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时势造英雄，如今回望，是否别有一番滋味？昔日兄弟孙宏斌、张近东自身难保，能拉王健林一把的真的不多了。佛祖吧，佛祖说不定能拉王健林一把。王健林白马寺烧香，难为了佛祖一把，给佛祖出了个难题。能拉王健林的实际上只有韭菜，就是那些没有办法挣一个小目标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能拯救王老板。说王健林100年企业国际万达的心愿难成，不过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底牌王思聪。别看老王四处筹钱时，王思聪四处逍遥快活，跟新女友兰兰周游世界，潇洒不已，在商业世界动作也没有停过。王思聪做生意与父辈王健林不同，他更擅长开拓新领域，商业版图基本游离在万达体系之外。文章说，王健林父子1年资产缩水820亿。实际上这个时候账面损失不重要，什么资产缩水1000亿多少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金流。只要现金流不断，缩水就缩水吧。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遗憾的是，王健林父子的这个财务状况并没有好转。虽然他卖万达广场不停的甩卖股权甩卖，但是他这个资金链即将断裂，这个局面很难改变。原因咱们在以前节目也说过很多了，无论他的房地产还是他的这个商业帝国，他的万达广场都很难有起色。我们再看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的当年帮助王老板的，对吧？从王老板手上接过资产豪赌的富力。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富力地产387处房产85宅则起拍，1000亿元的债务压顶的富力地产再次出售核心资产。近日，据京东资产交易平台信息，富力地产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华南国际金融中心，387处商场房产将进行整体拍卖，起拍价3.9亿元，相当于评估的85折。具体来看，这387处房产的评估价为4.58亿元。土地性质为批发零售用地，商业服务，涉及执行案号2025月0605至5409，执行标的金额4.39亿元，计划于8月18日开拍。
截至7月27日中午，尽管该拍卖吸引了超1000人围观，25人关注，但截至发稿时仍无买家报名。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是位于千灯湖核心区的地铁上附上盖综合体，堪称佛山的黄金地段。据京东资产交易平台展示的实拍情况，商场外立面已完工，但内部仍处于毛坯状态，尚未完成装修。此外，还有7套房产处于待租拍卖状态。我记得是2017年，富力地产对处于困境中的万达伸手，伸以援手，买了万达下面的那么多酒店，甚至为了万达的资产，还跟融创的孙文斌还要互相抢。也不过才几年，富力自己就站在了悬崖边上，实际上他已经跳下去了，现在只不过是在变换飞翔的姿势落地时候能稍微好看一点，不要那么惨不忍睹资产85折万出卖，到现在没人报名。房地产行业这个惨状，咱们已经看得太多了。最近房地产上下游，由于楼市低迷导致的房地产相关产业惨状更加引人注目，更加触目惊心。还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年内已有3个家居企业创始人被留置，年内已有3大家居上市公司创始人被留置。专家认为可能涉及房地产、金融相关行业反腐。这已是年内第3位被留置的家居卖场上市公司高管。近日，富森美公告称，收到公司董事长刘斌被滞留的通知书。在刘斌被滞留期间，由副董事长刘云华代为履行董事长相关职责。在此之前，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今年4月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而遭留置，于7月23日解除留置措施，恢复履职，但需随时配合调查。5月，美凯龙创始人车建新被云南省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实施留置。有家居行业内人士表示，不排除因为卖场涉及房地产行业而引发的风险问题。富森美强调公司治理及内控机制完善。不管怎么说，那多少都跟房地产有关系，都是房地产低迷导致这些家居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老板身陷囹圄。实际上这个还可以，它不过是留置配合调查。而最近很多房地产上下游的老板选择了走上绝路。你比如说什么西子电梯，这个简直是个模范男人，这个老板选择了自我了断。还有这个是广东的亮家居，这是装修行业的，也是家装行业龙头标杆，也选择了一走了之。再联系到2个月前，祝放儿暴雷，也是家装行业。所以你看，随着楼市的低迷，现在已经有时间不短了。恒大暴雷到现在将近4年了，楼市对其他行业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被暴露出来。这么说，还有一个离奇的事恐怕跟房地产也多少有关系，那就是我老乡被查了。网传我老乡被警方带走，哪个老乡呢？就是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释永信是安徽隐山人，妥妥的老乡。大家看一段视频。身披16万袈裟，手握18家公司，豪掷4.5亿买地，却坚称月薪700元。这场持续40年的佛门商战，暴露了信仰与资本最赤裸的博弈。1981年，16岁的安徽少年刘应成踏入少林寺时，眼前是剥落的墙皮、14名枯瘦僧人以及28亩连虎口都难的旱地。而今天，少林寺年收入超3亿元，在全球开枝散叶60余个文化中心，注册706个商标，从素饼到电子游戏无所不包。这场蜕变的操盘手，正是剃度出家后改名释永信的刘应成。1987年，22岁的他接任少林寺实际管理者，开启入世弘法的狂飙之旅，进行武术全球化。武僧团巡演60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1500名武僧震撼世界。对 IP 资本化，商标注册从火腿肠到吗啡，森马服饰曾因侵权少林功夫商标被迫全线下架，以及进行地产跨界。2022年以4.52亿元竞得郑州商业用地，规划5星酒店与公寓。网友讥讽出家人4大皆空，方丈却成地产大亨。释永信的商业逻辑直白如刀刃，
商业化，少林文化就会被别人商业化。少林寺的商业版图堪称一部宗教混搭资本的教科书。其一是门票经济，年接待游客350万人次，门票收入占60%，每张100元门票少林寺抽成30元。其二是流量变现，武僧团变网红，乳颜膏抖音粉丝超400万，带货链接紧挨禅修课入口。其三是跨界联名，为联通号码开光拍卖，与游戏公司开发少林传奇，甚至推出开光 iPhone， 标价上万。其次是海外扩张，澳洲分寺含禅院与高尔夫球场，美国分寺会员制收费每小时10几美元，年入1000万英镑。而这一切的枢纽是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释永信曾持股80%，以代持名义掌控商业命脉。尽管他辩称月薪700元，收益归寺院，但16万元的云锦袈裟和信徒捐赠的奥迪 Q7 仍将佛门 CEO 的人设推向争议巅峰。释永信的争议10年4次将他拖入舆论漩涡。2015年，市正义举报指控其私生女双重户口侵占私产，调查组耗时1年澄清，私生女系收养弃婴，双重户口属实，但已注销。但财务管理漏洞曝光，代持股份账目不透明，勒令整改，但却无个人侵占证据。2022年地产风波，4.52亿买地背后，股权穿透至释永信控股公司。公众质疑，弘法需要用5星级酒店吗？2025年7月被查疑云，少林寺回应等官方消息，释永信自5月起未公开露面，全网开始猜测其命运。耐人寻味的是，举报者前弟子释延鲁后反被指控因利益纠纷诬告，而调查的闭环是账目未发现侵占，却始终拒绝公开审计。这不是袈裟与资本的第一次缠斗，少林寺的商业基因实则一直深植于历史肌理。早在唐朝，少林寺凭僧兵助李世民征战获赏土地，成为大地主。后在明清，寺院经营田产，放贷收租，甚至卷入盐铁贸易。释永信的创新在于将农业时代的土地经济升级为信息时代的 IP 经济。但古代僧侣的生意尚有界限，商业为供养修行，而非反客为主。而今天，当游客抱怨烧香像逛商场，当少林欢喜地淘宝店日销破万，信仰的神圣性与商业的功利性早已短兵相接。人民网曾犀利点破，少林寺商业化带有明显主动性，宗教精神弱化，买卖噱头强化。释永信曾以 MBA 思维辩护，面对商业化大潮，你不改变它，它必然改变你。但改造的代价是少林寺从禅宗祖庭沦为争议综合体，是方丈从高僧大德变身佛门乔布斯。当梵唱声被点钞机的轰鸣声掩盖，少林寺的晨钟暮鼓还能唤醒多少心灵？历史留下的诘问从未过时。当信仰成为生意，功德箱便是最精妙的提款机。少林寺终究要回答，金身塑像的背后是普度众生的宏愿，还是资本游戏的幻影？不管怎么说，我这个老乡啊，释永信，他肯定是个商业奇才，可以这么说，把一个少林寺啊搞到现在成了一个少林寺商业帝国。至于他有什么问题，那等到官方到时候给出结论。我对释永信了解，不是叫了解，产生这个兴趣，是让我震惊。是2022年，少林寺居然在郑州拿了一块地，花了4个多亿。我记得当时咱们做过这个节目，少林寺进军房地产。后来又据说少林寺拿这块地是要盖酒店，5星级酒店，至少有酒店这个业态，少林寺大酒店。当时咱们以为这是郑州，因为土地卖不掉，房子卖不掉，但土地卖不掉怎么办？公务员要发工资啊，地方财政没钱，所以只好跟这个少林寺化缘，你来买块地吧。但是这么理解的。那现在到底这块地，据说少林寺把这块地已经退了。佛祖不仅帮不了王健林，佛祖也帮不了释永信。这个由于释永信的这个地位和他在佛教界的这种影响力，咱们都是推测，真能调查他的恐怕不是河南方面，他的问题也未必是贪腐。他现在如果遭到调查，更有可能是团团伙伙。联系到最近宗教界民政这一块，是不是有人进去了？这个有可能涉及到少林寺的大和尚。当然这都是推测啊。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社团。
我们再聊聊路边社的小道消息。最近这个路边社关于房地产的小道消息还比较多啊。小道消息说，第一套房按揭贷款的利息下调，调到2%点几；第二套房得调到1%点几，就是2%以下；第三套房调到1%，也就是你买的房子越多，你的按揭贷款利息越低，大概这意思，就是鼓励你多买房。怎么说？这种可能性有，但是即便出这样的政策，那楼市就能稳住吗？实际上是不行的。显然这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拍脑门的。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即便出台，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况可能性比较低。首先，第一个，银行本来就是叫什么存贷差倒挂了，已经利差呀，本来压力就很大。你让它按揭贷款再降这么低，那除非存款利息继续降到0，否则这银行的业绩怎么看？银行的业绩不好看，那胡市怎么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降了，是不是有人就去买第三套房？你传谣言的，传这个小作文的，纯粹都是那些在杭州、深圳、上海炒房的那些人，他们天天就坐在那儿想着国家出这样的政策，把他给救了。因为他手上好几套房，他在炒房啊，他的房子多，他可以享受低利率。韭菜不买房，跟这个首付跟这个利率关系不是很大，你不能说没关系，关系不是很大，还是跟你的房价关系大。你房价超过了韭菜能承受的范围，而韭菜对未来预期要不好，面临失业、就业难。有人就研究日本当年房价降价4部曲，跟咱们也有相似之处，看看咱们是走在第几步。他说日本当年房价降价，第一波降价，为什么降呢？是房企撑不住了，新房开始降价，房企回笼资金。那现在很多房企确实在降价，连央企在南京都开始6折卖房。二手房因为房贷及购入价格不想亏钱降价，造成二手房有价无市的局面。第二波降价是经济形势不好，还不起月供的房子变成了法拍房，银行回笼资金，降价集中上市，房价进一步下跌。那这个跟咱们现在有点像了，法拍房越来越多，现在法拍房还是被法院控制节奏，要不然全部上来，那对房价冲击还是不小的。第三波降价是二手房降价，一些投资客看到市场真的没有希望，亏钱也要跑，跑完了那就赔得更多，所以第三波是二手房业主砸盘出货，夺路而逃。那咱们恐怕快了，目前还没看到说大家砸盘。现在这二手房确实是以价换量，这个一直存在，也就二手房房东主动会降价，但是还没到那种往下砸。这个很简单，因为咱们目前这个房子的持有成本比较低，也就没有房产税，我卖不掉，我达不到我心中的这个价位，那我干脆不卖了，就扔在那儿，要么出租，要么空在那儿，所以它没有降价动力，也没有降这个就是大幅降价的动力。那日本第四波降价是什么时候？就是1992年，日本房产税开征，经济形势不好，多余的房子租不出去，还要交物业费、房产税，房产彻底沦为了负资产，也就是房产的持有成本急剧上升。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这儿房产持有成本也上升，那大家肯定很多人就要把房子要想尽办法要把它卖掉，那就会造成第四波砸盘，第四波降价。那现在我们处在哪个环节，在哪个阶段，大家恐怕自己能对应上。只要房产税不出，那我们二手房的价格恐怕就是缓慢下跌，一个月比一个月下跌。但是房东也不会说我的急如出手就要大幅度的降价。最后我们再看看高盛又对咱们的楼市指手画脚了，对咱们的经济又要做出负面评价。这个高盛说，过去9个季度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一直处于负值区域，而生产者价格则连续33个月处于通缩状态。正如我们之前强调的，中国面临的通缩挑战是投资占 GDP 比例居高不下，导致产能过剩累积的结果。这一通缩挑战的核心在于，当总需求放缓时，中国通过增加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来维持较高实际 GDP 增长。在过去4年中，政策制定者推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以抵消房地产行业急剧的结构性放缓。
导致并反映产能过剩累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内卷，即生产者在多个行业过度竞争，导致激进的降价和资本回报率下降。高盛他的意思就是房地产低迷导致地方政府为了抵消这个房地产的低迷，那就要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这儿加大投资，来弥补房地产投资的不足。那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这块过度投入，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内卷，产能过剩，生产者在多个行业过度竞争，导致降价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这个就是内卷和通缩的原因。当然了，这是高盛一家之言，高盛唱空不怀好意。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